游戏里玩弄对手，游戏外被兔娘玩弄。讲过网的瓦实力到底属于哪个梯队的？先上数据：年龄21，灵敏度800乘 0.32，一场直播封6个号，直播比高考还严格。左键开枪，右键买，兔娘手下的小乖乖，擅长英雄，绝活火男。熟悉讲过网的人不语，只是不断打出小处男3字。讲过网直播和兔娘玩总是搞节目效果，让大家觉得我们瓦学弟被拿捏了。实际上，猎人总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，我们的火男大人才是这场直播的主导人。张叔啊，人家等你很久了。抛开被吊成翘嘴不谈，讲过网的游戏水平还是非常在线的。如果用2个字来形容讲过网的打法的话，我只能说游龙。游戏理解和枪法反应都在线，火男更像他的身份，而不是他的底牌。凌晨的超凡钻石5排，把杀30个的含金量不必多言。总的来说，讲过网一定要支棱起来啊！被兔娘夸的时候嘴角压低一点，别被够学长笑话了。所以我会把它排到 A。